在雪域，解放军与西藏，军事管制。虽然军队中也有赵总的支持者，但为数不多，因此赵总的飞扬跋扈导致军队普遍不满。如前所述，两派的第一回合是在军队的压制下致使赵总受挫，因此1967年3月5日拉萨召开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誓师大会，而后举行全城大游行。除赵总之外，军队与大连子为主的各界群众同仇敌忾。这些照片既是军队游行的情况，以威慑企图夺权的赵总。表面看，这是赵总与西藏军队中的保守势力之间的第一次正面冲突。然而，对照中国其他地方的形势，这其实是步调一致的行动。毛泽东在取得了利用红卫兵夺权的胜利之后，下令军队支左，即支持左派，让军队接管各级政权来整合权力，于是出现了遍及整个中国各地的一系列军事管制行动，西藏也不例外。举着81军旗和写有中国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横幅标语游行的军队，正行走在拉萨各个街道上，以显示军队的威风和坚决执着的决心。这一天一定是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阳光下这一片密密麻麻的刺刀，比一旁稀疏的树木更多，更像密集的丛林。然而树木不会如刺刀一般闪耀着令人心惊的寒光，这一片闪耀着寒光的刺刀扛在一个个正举着毛主席语录并高呼口号的年轻军人肩上。虽然这是黑白照片，但可以想象得到无数本红宝书与闪耀着寒光的刺刀所构成的是怎样的一个情景。在这么多正在行进的军人当中，似乎无法辨认得出有谁是藏人，那一张张脸似乎都是汉人的脸，不应该说，那其实是在这一时刻超越了民族和阶级的脸，那是革命军人的脸。当然，我们可以确定的是，拍摄这些照片的是一个藏人，但他也是一个革命军人。我们还可以确定的是，以后如此这般的这么多荷枪实弹的军人游行全拉萨的情景时常可见。经辨认，游行军人正在经过西藏军区外的宁廓朗嘎，拉萨最长的转经路南段，即经江苏路。围墙内是西藏军区，围墙旁边的藏式房子本属于贵族恰巴克桑旺堆，但这时已被七农机厂所占，而恰巴一家人被迫迁至附近一间矮房子里。这4幅照片充分展现了革命军队不可匹敌的气势。浩浩荡荡的队伍和浩浩荡荡的几十辆解放牌汽车组成的车队，以及车队后面的大炮，在毛泽东巨幅画像的开路下，伴随着招展的红旗和震耳欲聋的大喇叭，穿过革命群众的人墙纵队，几乎笔直地沿着人民路开江过来，在靠近区党委政府大院，今天也同样位于此处时，向右拐去。这4幅照片显然是从区党委政府大院的大门上居高临下拍摄的，这也是因为我父亲的军人身份所获得的特权。除了巨大的语录牌，连水泥地上都用油漆写满了错了有致的标语，尚可依稀辨认得出坚决揪出29惨案的罪魁祸首。还有一些残缺不全的，如军区党委的一小撮坏蛋们为红卫兵第3司令部
等等。何谓29惨案？查阅中共西藏党史大事记会发现这么一条：1967-29首都红卫兵和拉萨一部分群众组织的成员冲进军区揪张国华，数十名首都红卫兵和一部分群众组织的成员冲进军区大院，继续要求军区领导支持他们搞的2·5夺权，提出打倒张国华，为时达10多小时。显而易见，这些标语都是以赵总为主的群众组织所写，而红卫兵第3司令部是否就是所谓的首都3师呢？首都3师是指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是当时大名鼎鼎的红卫兵组织之一，在拉萨也有其设立的联络站。当时的拉萨建筑物稀少而低矮，虽然已经出现了那种军营式的难看模式，但我们尚可远望到人民路的尽头是藏式风味十足的大昭寺。大昭寺是与淡如云层的群山一样遥远。这一两辆紧跟在解放牌汽车后面的大炮，显示了军队装备齐全的武器。实际上，在随之而来的武斗当中，军队不可避免的介入，以及军队所拥有的武器不可避免的流入，加剧了并且激化了这场革命的极端暴力。无论是明抢暗送也罢，还是难以阻挡两派群众组织的抢劫也罢，由武器所带来的血腥杀戮，使得军队在两派武斗中的角色非常暧昧。在这幅照片上，值得注意的是解放军的炮车所经过的那排建筑物上的几条标语，其中一条写着2月17日赵总冲击百货商店是一个大阴谋。这是怎么一回事呢？据中共西藏党史大事记上记载，拉萨群众组织17日争相到军区总医院揪斗正在那里治病的王其美，随后中央决定王其美去北京。军区总医院即西藏军区总医院位于拉萨北面，紧邻色拉寺。由此看来，所谓的群众组织也即赵总在这一天同时进行了数起活动，其中包括冲击百货商店这一系列活动，势必激起强烈的反应和有力的应对措施。军管会的建立就充分体现了这一点。本节目由绝地金书工作室制作发布，请扫描赞赏二维码进行赞赏，您可以得到回赠的电子书或其他作品。请扫描订阅二维码订阅绝地金书频道，收看收听已发布和将发布的更多作品。